长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迄个有看到我生肖的圣诞树吗？遐是全台湾派出国的圣诞树哦。明年的浏阳的时间呢，拄好，下个月就会圣诞节。明年的遐个时间吼，骊山拢有几多的法通，还有安尼的圣诞树都在来参观。虽然也好，真是过人啦。不过吼，为了遐个圣诞树，你来到好拍暗歌的地方，一定来看下先。大家嘛做在落也袂天阳咪下高山的圣诞节哦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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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后生，过来买水果。按到水果，我买乜嘅水果啊？系啊，有雪梨啊，有甜起嘅啊，系啊，看原那种嘅。人工客家话吗？唔能讲客家话吗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冇可能天长就按水时就读到客家人吧？哇塞，哎，那个雪梨咯，按太亮咯。好啦，也冇穷用呢。冇，我用cái夹把包来接，一年我接100，二张买按太叻，太低第二半年。哦，系啊，系啊。頭家唔 check 下依而家水咗安尼。系啊，見搬出來呢。系啊，係識看啦。系啊。哦，有水分，有甜。哦，頭家梗係買一份水哩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讓啷種啊。好，後面我係今也擺來骊山啊，我有一個任務啊。係。我喺底下嚟請到吼五組有同客家有關的人師傅，頭家咁麻煩好冇？係。梗係加一個貼紙啊。好嚟，按佢唔係貼嘅，係前度嘅貼嘅。係啊，加入邊。夾藝啦，唔係夾啦，夾藝啦。係啦，我哋聖誕老公公咧，唔係我係再送一個貼紙啦，好冇？好啊，好，貼一下任務完成了哦。好，好嚟。哦，頭家謝謝。唔該。蘇哥啊，請問一下，唔係哪片來嘅客家人啊？係806里，6里係台九線吧？係啊，係啊。唔會對台九線來到台北線嘅骊山也好嚟買水果啊？米家冇好，啊喺香港啊到山東去港前嚟去看啊，啊伊一待都待到36年咯，佢哋。嗰日好地方嚟向，能睇下依嚟嗬。對㗎，梗係一下繼續去發現骊山嘅客家哦。好啊，好啊，羨慕你啊，如果係能過來啊，好好，謝謝，拜拜。叔叔卖，便宜卖，我是你的菜，非吃不可。海港拢底下吼，骊山有3寶啦，一個係迄水梨、茶心，還有一寶就係高麗菜。喂，哦，唔同嘅沙發哦，一點點啦，一點點，所以你客家人好條㗎？錯，我客家人。太好啊，有請到一個客家人。我唔講吼，我客家講我介好啊。你係哪片嘅客家人啊？我桃園。桃園嘅。係桃園人。桃園跟唔講係迄。應該說是有點帶牛片花啦。哦。啊，所以底下講啊，高山的高麗菜同種平地的高麗菜有耐心冇同樣啊。我這個招牌上有寫的，初秋高山的骊山的高麗菜是最有名，它在2000到3000公尺以上。這個高麗菜經過冷之後呢，它一定會有這個褐色，好，邊口面有褐色，菜會呈現紫色。台風會安尼掉翠色。啊，也係因為溫度的關係嘛，也係用嚟。它越冷
就从你空央之后，会嘴唇会发紫。真的高山，它的这个经脉会很紫色，越紫色它的表现度是越好。因为我唔晓得用来看，唔同来请一家最后嘅好冇？你怎么最后呀？了就最后的吗？哎呀，了子表现得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最强的哦，又尖哦，又尖又宽哦，宽可以宽，它的脆身。我睇下糖嘅高山高丽菜脆度。好像一般高丽菜，我们都会建议消费者热水里面加油，加一点盐巴，轻烫一下就好。烫一下之后，再过热油炒一下，这个菜就是非常好吃。哎呦，又春豆又卖高丽菜又得做食谱哦。调价鸭鸭唔是空做迄啦，就买鸭鸭好冇？做对啦，做对啦。那你一多钱啦？会剩迄咩？啊，唔是啊，送你啊。啊，做唔得啦。呀，做对了，送你冇关系，冇关系。哎，大家交朋友。咁安尼我用下去高丽菜煮料理啊，按咱煮过的本事啦。好，什么你什么？哎呀，下伫离山青的一个组合，先小解一下，也迄就是买个水梨，各位头都买个高丽菜，也好，我去家来创造我天上的圣诞老公公，同客家有关的人事物，客家料理应该嘛顺啊吼。哎，今日呢要用水梨来煮鸡汤，各位高丽菜来煮一项类似我家乡闽南的名菜高丽菜饭，问大家试看下先。哇，离山的高丽菜。其实一个高丽菜饭吼，用太粉的粉油米啊，去粉做底，不过吼，一下爱无粉油米就用一种方式啦，吼，等下试看下先。好哦，一下料理煮好的哦，来请一个风景过江的地方来好好享用一下。我先用梨山菜体的水梨吼煮的鸡汤，煮啊嘟嘟好，肉拉白面，想吃鸡汤的朋友吼，联络我啊，来煮饭大家吃。再来就会客家高丽菜饭，不过吼，我去梨山啊，真是请不到风油米，所以用更简单的方式啦，也买起我第一摆做，他们伫好食么？试看下先啦吼。哎呦，唔会坏事，不过。因为印象中的高丽菜饭都无乜咁样咯，不过嘛系好吃呢。导演，我试看下什么？你试看下先啦。好吃吧？有。做得好，导演。有东西哦，有哦。有东西哈。对。咁呢，一个客家人师傅有过关吧？好，做得。做得，夜市一眼睇上面圣诞老公公了。刚才也未试试啦嘞，等下吼，你请一个点心来是好诶。你不能吃吧？你中午的吃啦？还是你觉得我是麋鹿？哦，你好。哇，怎么只隔一扇门，两边的气味差这么多？刚出炉。可能10周年规号是草莓，蒙来买下给后尾。老板，这个先帮我留起来。好 ，OK。我怕等下有人来跟我抢。这个起司鸡肉是起司片。好，那我要2个这个。好 ，OK。老板，哟，就是啊，我这次来梨山自由行哦，是有一个任务啦，我要在这边找到无主客家人。请问你是客家人吗？我不是，我老婆是。哦，你老婆是？是啊。客家人，我客家人，客家人，你客家人哦，哎，你那边的客家人啊？新竹的哦，哦，你好。请问你们是在地人吗？是啊。是在地人。哎，他怎么会想要开面包店呢？我老婆很年轻的时候有学这个专长。哦。哎，那本身我是做农。做农啊？现在还有在做农吗？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，就专心在做面包店。对。你把太太一起带来梨山做面包，哎。哦。但感觉整个梨山好像只看到你们这一家面包店而已。现做，对。现做的只有你们。是。那在比较冷的地方做面包，跟比较平地的地方做面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这个号称叫做什么冰窖里面的烤箱。
烤箱大概200度嘛，外面的话都10度以下，甚至5度而已。温差这么大，对面包来说是件比较难去掌控的事情啊。对啊，甚至人家会不相信啊，说哎，你的温度差那么多，怎么可能？哇，就是也要克服一些天气的问题。运气。老板，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是，请你帮我贴上第4个圣诞老公公。这样算认证吗？对，没错。好。哦，太好了。喊差一组，很用对改善呢。导演，那屯参详一个事情好冇？好，讲。最后一组客家人师傅啊，那就提离山那个地方，创一条客家歌的人讲好冇？做的是做的啦，我客家歌哦。客家歌啊，系自家写嘅。好，做得哈。啊，试看呢。安尼马上离山的客家人师傅啦吼，为大家带来一条8号公路。人生嘅风景。有福没有依，有世界不黑，一路顺心。世界安泰，人来去去，有世界情多，回航来遇，头前给路。继续前进，一条8号公路，一条山路，慢慢后把皮层，看身边的人工强流，面对起家，在台上冲出一条8号公路，人生给路，路多困难有时看清楚。唔怕，就算头前一太步，相信自家行出有路，行出有路。8号公路，行出有路。好，谢谢，安子车，大家好，我就去甲颁奖们去加油。哟，无限的意义，总算熟悉到5个耶。啊，导演，俺爱奖品咯。一杯奶茶粉。哈，一杯奶茶，哦，好啦，嘛唔会茶啦。哦，俺人一天，无限的意义，最尾用一杯奶茶来说明，好啦，可以接受，做点加速。下摆来离山吼，真是感觉到，那个地方就像世外桃源样呢。安江的山，安江的河坝。虽然讲啊，我来到离山那个地方唔免安简单，但是呢，来到的一定唔会后悔的，因为真是太江的。啊，伫离山的路况啊，侬会看到几多人伫个卖高丽菜、卖水果、卖茶心，啊嘛，佢认真伫个做人的势头。虽然讲我对那边的山唔舒适，对那边的人唔舒适，甚至对那个甜食够卡唔舒适，唔过吼，下班用人大家拢够全的啦，所以分享大家有限吼，一天我来也来行下嚟离山好地方哦，拜拜。一条8号公路，一条山路，慢慢后把皮层。